苗族银饰有几种，纯银和非纯银怎么选？无银无花不成姑娘，有意无银不成盛装。苗族银饰是披在身上的图腾，不仅寓意吉祥，也是财富和美神的象征。苗族人爱其洁白，珍其无瑕，以多为美，以大为美，以重为美。随着旅游和商业的发展，苗族银饰的呈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，但也面临了很多质疑。九妹一条视频给你理清楚。首先，传统的苗族银饰以纯银为主，是苗族祖辈一代代给子孙积累的财富传承。纯银也称999族银，质地软，延展性好，色泽白亮，声音较沉，但也因纯度高、硬度低，容易氧化变暗，所以只适合做大宗器件，比如手镯、元宝、杯子、碗勺等。特别是杯子餐具这块，一定要看准999族银标识，它能释放银离子，消毒杀菌，软化水质，有益健康。当然，这种特质也决定了999银不适合做这种精细掐丝的珠宝首饰，所以就有了国际标准银925银。它里面加入了7%的合金或者铜，硬度、亮度以及抗氧化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，做出的首饰也是精美绝伦。但这两种银都因为含银纯度高，价格贵，平时都要注意避光干燥保存，遇到重要场合才拿出来用。婚嫁节庆还要专门花钱去洗银，让它更加白亮，走在人群中你才是最亮的那个仔。后来为了日常方便使用，就出现了价格亲民、耐扛耐造的装饰银。这种银含量一般在40%以下，融合有黄铜、白铜等合金材质。装饰银虽然更便宜，但精细的手工艺也是很有艺术价值的。很多苗族姑娘日常出行也爱佩戴，日晒雨淋也不用心疼。喜欢苗族银饰又预算有限的，可以直接入手这种银饰，性价比高又美观耐用。但只要是金属，都会有氧化的一天，时间长短而已。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合金或者塑料镀锌的新型不变色装饰银饰，这种材质色泽更亮更丰富，花型多变，价格也不贵。缺点就是没有传统银饰的那种沉淀的意蕴，手工艺的价值感和质感也稍逊色一些。在我看来，氧化是一件银饰自然的生命之美，无需太纠结变色与不变色。当然，最终的选择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和腰包里的预算，审美无高下。当你选择了银饰的那一步，你已经向美迈进了一步。